OK，咁到底乜嘢係比特幣？簡單啲嚟講，比特幣就係一種數碼貨幣，你可以想象佢係一種線上嘅錢，但係咧唔係由任何銀行啊、政府發行嘅。咁傳統嘅貨幣啦，例如港幣啊、美金啊，全部都係中央銀行印出嚟噶嘛。佢哋可以決定幾時加息、幾時印錢、幾時救市。你手上嗰啲錢咧，其實每日都可以因為呢啲政策而貶值。但比特幣咧就唔一樣，佢係完全去中心化嘅。冇總行，冇主席，冇一個機構咧可以完完全全控制佢。你想將啲錢 send 俾世界上任何一個人，唔需要經過銀行，唔需要經過任何中間人，24小時，唔使理係咪假期，唔使理你係邊個國籍，都可以做到。咁比特幣啦，係喺2009年一個匿名嘅人叫 Satoshi Nakamoto 嘅人發明出嚟嘅。咁到今日咧都冇人知道佢究竟係邊一個，但係留低咗一份白皮書。講清楚究竟點樣透過比特幣去解決金融系統入邊嘅最根本嘅問題。咁最特別嘅嘢係比特幣咧唔可以無限咁印，佢設計咗一個好重要嘅限制。全世界咧最多只會有2100萬粒比特幣，即係話咧你唔可以話經濟唔好就亂印幣，或者一個淨係得一個固定嘅供應，就好似黃金咁稀有，所以有人叫佢數碼黃金。你可以想象一下，比特幣咧就係一個你自己 keep 嘅數碼保險箱，你落咗個鎖，冇人可以幫你打開，冇人可以搶走，而入邊擺住嘅係你電腦儲翻嚟，全世界都認同有價值嘅一份資產。所以咧，比特幣其實係一種全球通用、冇邊界、唔需要靠人、唔可以操控嘅數碼貨幣，唔單止係一個支付嘅工具，仲係一個保值嘅工具，呢種對抗通脹同埋資產不公嘅方法。